我来自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家庭，就是我们一般的家庭都是一样我在家中排行老二所以烟酒就跟我从小生活的习惯在一起，所以我没有觉得很特别。就是我16岁的时候在鞋子工厂跟我老公认识，他在工作上面很认真嘛，所以他当了一个小主管。等他当兵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小孩子要出生了，但是因为每天加班熬夜，所以导致这个孩子早产不见了，就没有了。因为很多的事情接踵而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会借由烟跟酒来麻痹自己，甚至逃避问题。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工作也不稳定，家庭也没有办法照顾。爸爸他喝酒，然后跟妈妈在吵架，然后吵得很严重，就是妈妈有很生气，然后他用他的手去打玻璃，然后有流很多的血。妈妈当然她有手有包起来，但是还是要上班，所以她隔天还是一样的继续去上班。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放弃了我的生命当中里面呢，只有吸烟，只有烟跟酒。我虽然很喜欢改变自己，但是我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在这个时候呢，很特别，在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之下，在回家的路途上就遇到了传教士。这个也就是我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了。他们有教导我们人只要悔改，我们的人生就会有希望我想说，我人生有希望吗？如果人生有希望的话，我愿意试试看。那个时候我就接受了洗礼。我的大女儿12月她差我2个月，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儿子她也接受洗礼我的姐妹1年以后，她看到我的改变，她知道福音是真实的，她相信，所以我们全家就跟着一起洗礼。我洗礼后的5年以内，吸瘾绑住我，绑着很大，我随时都有想要再回去的一个冲动。2个孩子，因为我们开始接受福音进修班里面起床以后我们3个人我们就骑着一部机车，之后再让孩子们上福音进修班，我会到隔壁的教室。我一进去的时候，我会跪下来祈祷。开始以后呢，我就会做经文的研读，经文的抄写。我在这个当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平安，我感到很温暖，我感觉到被爱。能够把一切坏习惯全部都改掉，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的改变的时候，是圣灵在带领我，不是我。那我的改变的时候，因为工作也改变，收入也改变我的属世的生活情况也改变。以前我不是很喜欢我的家人，因为爸爸的关系，我觉得那时候也觉得他不可能改变那么多，但是有看到改变，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我去传教的原因是我看到家庭的改变，还有我相信传教可以让人变得更有自信。这个智慧与改变了我们家庭，然后尤其是在我传教的时候，是我最大的见证。那时候他们都会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感受？你怎么知道可以戒得掉？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分享我爸爸的经验给他们听。他们有一些很难戒酒、抽烟、槟榔这些习惯，我之后有跟他们分享，所以我会把戒烟戒酒的这些经验，他们都很愿意听，因为他们也想要借着爸爸的榜样，想要去尝试看自己可不可以做到。我会想自己在10几岁的时候开始在社会底层的生活，我亲身感受到，如果在这个年纪没有正确的引导，
将来很容易就会迷失方向。一旦迷失了方向，我们会开始找不到自己。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知道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身体，就会更快乐。智慧语是一项保护机制，使我们可以远离那些会使我们上瘾的物质。福音的生活的习惯，它改变了我的生命，也改变了我和我的家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现在以后未来的路。